今日講齊魯長歐之戰。春秋時期，齊國大舉進攻魯國，魯國形勢危急。聽聞曹劌主動求見魯莊公，問佢憑咩作戰。魯莊公話自己將衣食分俾臣民，祭祀誠心誠意。但係曹劌話呢啲只係小恩小惠，未得民心。直到魯莊公話我處理案件必定公正，曹劌先認可話呢啲先係盡心為民，可以一戰。齊魯兩軍喺長歐對陣，齊國擊鼓進攻，曹劌堅守得動。齊軍兩次衝鋒，魯軍都穩定陣地。等到齊軍第三次擊鼓，士氣衰竭，曹劌先至下令魯軍出擊，一舉擊潰齊軍。戰後佢解釋：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敵方氣竭時，正正係我方氣盛，自然就可以以弱勝強。呢個就係歷史上著名嘅曹劌論戰。